第15章第1節，這代志了後，耶和華的話佇異象中臨到亞伯蘭講：亞伯蘭啊，你毋免驚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極大的保賞。亞伯蘭講：主耶和華啊，你要予我什麼？我已經無囝，承接我的家業的，就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。亞伯蘭閣講：你無予我有後裔。迄個生佇我家內的，是我的後嗣。耶和華閣臨到，甲伊講：這人毋是要做你的後嗣，對你本身出的，才是做你的後嗣。就帶伊出去外面，講：你看天，算遐個星，你算畫了也袂。閣對伊講：你的後裔也要親像安尼。亞伯蘭信耶和華，伊就甲伊算做義。閣對伊講：我是耶和華，要帶你出迦勒底的珥城，為着要將這個地互你做業。亞伯蘭講：主耶和華啊，我怎樣會知要得到這個地做業啊？伊甲伊講：你甲我出一隻3年母的牛，一隻3年母的山羊，一隻3年公的綿羊，一隻加水，一隻剪仔。第10節。伊就取這個物來，逐樣對中破開做2邊，這邊甲迄邊排3對，只有鳥無破開，有鷹鳥落來，佇4個精星的頂面，亞伯蘭就趕伊去。日要落的時，亞伯蘭困當眠，忽然有真黑暗的大驚嚇到佇伊。耶和華對亞伯蘭講：你的確就知。你的後裔要出外佇別人的地，閣服侍迄位的人，迄位的人要苦楚因400年。因所要服侍的國，我要辦因。後來因要帶濟財物對遐出來，你要安然倒走，食長歲壽，互人埋葬。到第4代，因要倒來遮，因為阿摩利族的罪猶未灌滿。日落天暗。有出煙的爐，甲底倒的火把，對遐破病的肉經過。當迄日，耶和華甲亞伯蘭立約，講：我有將這個地對埃及河到迄個大河，就是伯拉河，互你的後裔，就是基尼、基尼色、迦摩尼。第20節，赫、比利色、利法音、阿摩利、迦南、吉迦薩、亞布斯這個族的地。